为前道之功，中道之功。老师午安。午安，午安。请坐下。时间咧过真紧啦吼，一波呢就做来结束。那当然，今仔日第一呢，感谢咱高讲师呢，伊的准备，道化生活的这个美学，各位前面咱安尼听有了解，讲师安尼讲，敢听有了解？当然，讲师甲咱讲甲非常的详细，嘛希望讲咱会当家己笑起来，转去应用于咱的心，安尼敢好？无讲师讲甲伊的美学足好，但是咱听的嘛袂歹，毋过你无家己应用于咱的身躯，咱嘛无稳定。为虾米咱要去道化生活的美学？当然呢，就是帮忙咱伫生活方面呢，会当提升着咱个人的修为，咱家庭的幸福美满，甲咱周遭所有的人，拢会当受到这个真理，来美化他的人生，所以讲呢，伫咱如果会当去改变，会当去改变的话，亲像讲讲师伊有讲，要美化啥物？要美化第一，就是心境，来呢就是言语，来就是行为。咱呢一定爱去家己美化咱第一，就是心境。心呢，心若善，一切就拢善；心若恶，一切就拢恶。心若好，咱心若欢喜，就是天堂；心若无好，就是地狱。所以咱今日去听道理呢，其实是要美化咱的心。咱的心会当叫咱的心去做好代志，敢是安尼？咱今日去下来是咱起这个心。讲今仔日班，我爱来参班，咱的心就会来到分堂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呢，讲心，咱一定要去改变。心就是天堂甲地狱的锁匙，所以爱改变着咱的心念，安尼呢，咱才有法度，互咱过着天堂的生活。咱的心若好的话，咱来甲修。佛是伫世间成，毋是死去甲去成。所以讲呢，心若决心，当然咱未来成佛就无问题。咱的心若无好，你讲后界要会成佛，无可能。所以佛是伫世间成，毋是伫世间的时阵心无好，后界会去做佛，无可能这个代志。所以讲伫五教经典。伊甲咱讲的拢讲心，拢甲咱讲心，咱的心来当去调整改变，咱自然而然就会当渐入佳境，咱慢慢就会当成就了这个佛。所以讲道不远人，人自远之。道袂离开咱的身躯，咱的道心袂离开咱的身躯，毋过咱家己离开了这个道心。对道心变真心，对真心变血心。血心是顺恶无善，人心是有善有恶，道心是顺善无恶。这个血心是顺恶无善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咱来改变着咱的心境。今仔日讲师伊所讲的，无非就是改变咱的心境。咱的心境若好，咱的言语甲咱的行为，是毋是就圆满啊？敢是安尼？无你讲我的心无好，我的言语甲行为敢袂好？袂好哦。所以讲呢，伫讲师甲咱讲，咱爱美化心境，爱美化咱的言语。伫即个言语来讲起来，就四种无好啦。
伫10恶业内底，伊即个口业呢，就有机意两舌，佮甲恶口，佮甲武语。你甲看哦，10恶业内底，即个言语喙，即个喙呢，就有4恶，就有4恶哦。所以讲呢，咱一定要足注意，咱的言语一定爱一言一用，千言如用啊。该讲的讲，不该讲的咱唔讲。因为讲的时阵会做了就这恶业，伫行为去悲去改无病，不去非礼地。咱爱改悲去去无病，慢慢你若无病，悲去愈少，无病愈少，咱是毋是愈成佛？敢是愈成佛？你慢慢无好的改变，无好的改变，你来愈成佛呢？咱若如果本来是一个佛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你若如果你是一个佛，毋过你来到世间，避着外在这形形色色，今仔日讲师嘛有讲着，你业甲规身躯乌噜噜，你离佛愈来愈远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个咱今仔日修道，咱还会认真。讲师嘛有讲，咱今仔日修道，你是要超生了死，还是修好袂破病，修好有钱？咱各位前辈，即几项你要修好？超生了死，还要修好袂破病，还要修好业。了生了死。超生了死。所以讲个咱今日修道，毋通讲我修道，毋过我来修道听道理呢，毋过我有哪会破病，佫会无钱呢？敢若修道袂破病，佫甲有钱，咱即间佛堂可能安尼坐就坐无够。敢是安尼？但是先生甲咱讲，咱是要修超生了死之法。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好好来修行，来了脱生死。当然，这是咱这个高讲师慈悲呢，来甲咱讲。所以讲呢，咱要美化心境、言语，甲咱的行为，互咱若有改变的话，咱的家庭愈来愈和谐。敢袂安尼？咱的主产愈来愈和谐，咱的经营敢袂愈好？你若向前恶说，见来讲迄，咱来讲，若看着迄个字仔来闪，无拍个嘛会着穿呢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若看着呢咱就闪了的，你就知影咱家己无人个，才会无人个，因为你才会物件。你若改变到好的时，我每日人字仔来好，咱就徛起来立正今日来我出来叫你做伙，叫你讲话。你会看你的人缘如何，广结善缘就会留步将来。所以讲呢，伫这所在咱爱好咱改变，后来咱吴处长呢，慈悲，伊依着咱即首歌，来交咱大家，做一个分享，咱老师伫即首歌内底呢，嘛甲咱讲到非常的好，因为伊这就是咱。伫这个法会内底，咱老师借着这个三才，借着这个三才的身躯，来交大家重点。因为老师本来当享受天伦之乐，但是为虾米伊爱去借着天才的囡仔，来交咱鼓励，来甲咱勉励，互咱对伫修道这条路会当持续不断。伫即首歌内底，甲咱写甲清楚嘛世间是风尘俗事，敢是安尼？但是要离开咱敢知？毋知。所以讲呢，咱爱好好珍惜，会当修行学道呢，咱一定爱好好的珍惜。无珍惜，真的稍纵即逝。咱无想讲50岁、60岁，我趁着钱的，我较来。各位前辈，敢会当你讲想要趁钱，趁有当来修行，敢会当安尼？无可能啦，所以讲呢，咱今仔日听的道理，会使讲是非常的济，过来呢，或许是最近，因为咱人有佛堂呢，请互我去点一班道啦，去点道的时阵呢，我好去讲，本来有几个迄个歌呢，咱太多，
结果呢后来存来一个，存来一个，这个呢来较无遐久，有一个是来较久会晓翻译，是咱的前线，前线带伊来，带伊来的时阵呢，咧点到好势想讲到伫遐，伫遐请单调，准备要请别的时阵，迄求道人伊就。我甲看伊面色太古来古怪，一直强着要起来咱边个前线就赶紧一个甲扶，一个扶佫无够咧，佫另外一个来佫甲扶咧啦，互我想看即种情形加快破水的脚步，较紧的动作较紧的，别人甲点到为止，爱甲点爱受民术一致，伊的自信生死门才会开嘛。今伊若像讲计算袂了，含求道都无机会呢。就较紧来头，就做了。做了的时阵伊就去前线讲，请工书记去讲三宝。结果三宝真紧就讲了，因为伊就爱泰语嘛。咱的前线是讲国语，互人翻泰语好听。结果工书来的时阵呢，伊讲经理，他拄伊。生病的，伊是去看到咱佛堂三尊佛，因人有佛堂跟我们一样的，有弥勒祖师甲咱观世音菩萨甲四姑婆，伊就讲看迄光有够光就对啦，三尊有够光就对啦，伊看甲流清汗的啦，结果缅文因太太。就甲用咱迄个求道卡有弥勒嘛，弥勒佛的像嘛，要互伊看卖，看敢去看着即阵啊。结果伊就用弥勒卡互看的时阵，他确认就是看到弥勒佛。后来伊有甲互我交代，或许伊就要甲确认，你是不是看到弥勒佛？伊讲我看到了。所以咱各位前线，咱今仔日会当得到修行学道。或许讲这是借着因为迄是泰国的人，佫是新道亲，毋是道场的，所以伊借着伊看到所显化出来，来甲大家做一个见证。结果伊安尼讲了后呢，原本因太太，因为因太太的妹妹，都和前程都是参与在这场工会内底。结果呢，缅本因太太就甲问因小妹啦，伊讲你看即种情形，你全程拢看到啦你咧看你敢爱参考啦？因妹妹讲若安尼爱参考，有可能有那鼓励妹妹要参考鼓励诚久，结果就无迄个因缘。但是今仔日因小妹来对头到尾看到即种情形，佫是一个新道亲打来求道的。看到的一切见证，伊就没话讲。所以讲问讲你咧看安尼敢爱参考，足直接的，免去讲少个道理要甲宣传拢毋免。你咧看的这种情敢爱参考，拢人安尼爱参考。相信有然后他就会清楚。那么过来较短呢，就是讲咱麻豆杨潭厝，因为伊本身是住伫大内。住伫大内呢，因为伊来麻豆买迄块厝，就要来设佛堂，伊就是爱甲咱的神主拢请来买厝遮嘛结果安尼连续几6天，烧庙安尼甲跋桮伊拢无来啦，他不要伊就要住大内啦，结果尾啊免啦，因为甲讲尾啊，甲讲因为要设佛堂。你敢有要来占光啊？都好连续3个月，所以讲有当时啊咧，咱来甲看，有当时啊借着别人来了解无形一变，咱讲看袂到，毋过借着这个因缘，互咱去见证在无形的一变。你甲看卖咧，设个佛堂有多殊胜，与母同在，与诸天仙佛同在。会当度化兄弟姐妹。你若讲设佛堂以后，当然啦，咱会当无伫遐开班，咱要开班也可以。
要清点的也可以，通通可以的，所以讲呢，互我借着这个机会，甲咱做一个，或是最近当着的，的这个事迹，来叫咱做一个见证，期望各位亲贤大德慈悲，咱伫修这条路，敢爱加进咱的脚步，敢爱？哎，可能无啥爱啦，因为细声，厝长讲我拢无听着。哎呀，真正啦，就是大家互相勉励啦，因为伫世间这个红尘苦苦啦，人生无常，真的咱求着。